20多年前 ，Thomas Friedman 一書《世界是平的 The World is Flat》為全球化描繪咗一幅極為美麗嘅前景。佢認為科技、資本同埋資訊嘅自由流動，跨越國界，拉平國與國之間嘅差距，等全世界互通有無，更有效率、更公平，亦都更理性。認為全球共同建立嘅新制度秩序，勝過舊有權力結構。但係愛潑斯坦 Jeffrey Epstein 事件，恰恰令呢一個邁向世界大同理想徹底破產。表面上呢一個只係一宗性侵未成年人嘅刑事案件，但係隨住越嚟越多嘅資料曝光，就逐漸顯示出一個更殘酷嘅現實：全球化冇拉平到世界，反而為一小撮跨國精英創造咗一個幾乎不受約束嘅權力邪惡空間。愛潑斯坦唔係知名企業家，但係就擁有龐大財富同埋驚人嘅網絡。佢有私人飛機、私人島嶼。公開嘅記錄顯示，大量政界、金融界、學術界同埋慈善圈中人同佢有不尋常嘅交往。公開檔案顯示，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經多次乘搭佢嘅私人飛機。英國前王子安德魯被多名受害人點名，而且有不雅合照為證。前英國駐美大使 Peter Mandelson 亦因為有不雅照片流出而被革職。公開檔案中亦都多次提及各界重量級人物，包括現任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由於愛潑斯坦已經死咗，呢啲資料都未能證實當事人有任何道德缺失，當然亦未能夠構成刑事定罪。但係就足以證明愛潑斯坦係全球權力網絡中嘅一個樞紐。早喺2005年，警方已經接獲多名未成年少女指控。愛潑斯坦喺2008年定罪，但係就只係判刑18個月，實際服刑就只有大約13個月。期間更獲准日間外出工作，同時以認罪協議免除聯邦以重罪起訴。刑期同待遇被廣泛批評為權貴式優待，實際上係為其他潛在涉案人士提供保護。呢啲並唔係單純嘅司法失誤，而更似係一套制度喺關鍵時刻選擇向權勢低頭。2019年，礙於公眾壓力，愛潑斯坦再度被聯邦起訴。外界原本期待能夠藉此揭開整個犯罪網絡，但係佢就喺拘留期間死亡，官方裁定為自殺。最重要嘅關鍵人物消失咗，而大量線索亦隨之中斷。愛潑斯坦檔案就因此成為一個耐人尋味、充滿陰謀嘅黑洞。前英國安德魯王子嘅故事進一步說明呢一場風暴係跨國嘅。佢否認所有指控，但係又最終選擇庭外和解，並退出皇室公務。最近因為事件越鬧越大，更被褫奪王子嘅頭銜，並已被拘捕同埋接受刑事調查。呢啲唔止係個人，而係對英國皇室聲譽嘅嚴重打擊，亦顯示咗呢一場危機並唔局限於美國司法體系。喺商界同埋慈善界，科技巨頭 Bill Gates 嘅例子同樣耐人尋味。多家媒體證實，佢喺愛潑斯坦2008年定罪之後，仍然多次會面，討論慈善同埋全球健康議題。佢前妻接受訪問嘅時候，更明確指出，佢哋離婚同愛潑斯坦案有關。雖然呢啲會面本身唔算違法， Bill Gates 喺公眾壓力下亦表示後悔，但事件揭示咗一個冷酷現實：精英世界裏面，原來喺權力、金錢
同埋影響力之下，道德尺度往往可以比普通人唔成比例咁寬鬆。學術界亦未能夠置身事外。愛潑斯坦曾經向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等多間頂尖學府捐款，而且同學者保持密切關係。事後喺公眾壓力下，相關機構承認對資金來源審查不足。呢啲亦都再次說明喺全球化體系下，面對錢、權、色，道德喺背後往往一文不值。從更宏觀嘅角度去睇，呢啲正係世界視頻的冇預見嘅後果。人同資金可以自由跨境流動，但係法律責任、司法權力同埋民主監督就仍然被鎖喺國界之內。結果係精英活喺一個冇國界嘅世界，而普通人就仍然要遵守有國界嘅法律。更諷刺嘅係，呢一種精英文化唔只存在喺西方內部，隨住80年代中國崛起，唔少西方政界、商界、科技界同埋學術界人士，大有可能同中共建立咗唔透明嘅合作關係。喺缺乏問責嘅情況下，價值同埋原則往往可以換取市場、資金同埋影響力，使中共可以憑藉呢啲關係唔守國際規則，佔盡便宜，甚至滲透西方國界，影響政局。前香港中文大學兼前哈佛大學教授邱成桐亦都曾經喺2016年多次協調愛潑斯坦，引薦香港地產商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嘅胞弟陳樂宗向哈佛大學巨額捐款，協助清華大學建波士頓分校。邱成桐喺愛潑斯坦定罪後，仍然同佢有通電郵。愛潑斯坦事件之所以震撼世界，唔只係因為性罪行本身，而係俾人睇清一個現實：當全球化打散咗國界，但係就冇建立有效嘅全球問責機制，權力就會脫離民主，制度就會失效。愛潑斯坦事件係一面鏡，照見咗被過度吹捧嘅全球化秩序點樣喺缺乏制衡之下，孕育出一個凌駕於法律、價值同埋民主之上嘅魔鬼精英世界。世界冇拉平道，而係掏空咗道德嘅底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一件愛潑斯坦案就將精英權貴掛上嘅遮醜帷幕半開半掩，打開一個縫隙，等世人睇到精英權貴邪惡世界嘅冰山一角。